主后2026年4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我犹原相信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诗篇116篇第1节到19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诗篇第116篇。我听上主，因为伊听我的声，听我的恳求。伊压耳孔听我，所以我一世人要求叫伊。死亡的锁捆绑我，阴府的痛苦牵着我。我有拄着患难忧苦，我求叫上主的名讲：上主啊，求你救我的性命。上主有恩惠，有公义，阮的上帝有慈悲。上主保护单纯的人。我凄惨落魄的时，伊有救我。我的心神啊，着恢复安宁，因为上主一直有在恩待你。主啊，你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互我的目睭无搁流目屎，互我下骹无搁跋倒。我要伫上主的面前，继续伫活人的地生活。我虽然讲我受极大的困苦，我犹原信靠上主。我捌着急讲，人拢虚假，袂可得。上主赐我一切的恩惠，我着安怎报答伊？我要捧救恩的杯，求叫上主的名。我要伫伊所有子民的面前，对上主谢我的愿。上主看伊成的子民的死，极其毋甘。上主啊，我实在是你的仆人，是你的仆人，你女婢的囝。你已经透开捆绑我的锁。我要对你献感谢的祭，要求叫上主的名。伫伊所有子民的面前，伫上主殿的埕内面，伫耶路撒冷，我要对上主谢我的愿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我犹原相信。伫现实生活中，有一寡人因为面对困境和病痛、煎熬，也是众叛亲离的痛苦，就选择放弃生命的希望。因掠做遥遥无期的痛苦，会缀着心跳停止、气息断绝、脑波终止就结束。对因来讲，放弃希望，若像比继续坚持较容易。至少无需要再面对永无止境、充满未知的苦楚。表面上看起来，痛苦好亲像缀着死亡消失，总是渐渐不论死亡是毋是真正会当终结死者的痛苦。通确定的是，对于身躯边的人来讲，往往留落搁较深的遗憾和恶讲出来的悲伤。伫信仰历程中，面对困境是咱一定会有的遭遇。上大的考验是伫身心灵痛苦中不断呼求和怀疑的挣扎。理论上，咱知影上帝是全能的，也是随听祈祷的神，但是情感上，咱却怀疑上帝伫咱的困境中为甚物保持沉默，拢无动作。真侪疑惑就出现：我要安怎继续祈祷？上帝敢真正会听我的祈祷？或者是祈祷只是咧自我催眠的谣言？对诗篇116篇诗人的经验来看，上帝并无刷去伊生命中的困境。诗人甚至屡屡陷入艰难、受威胁的险境，包括死亡的锁捆绑我，阴府的痛苦牵着我，
我有拄着患难忧苦。对一般人来讲，若陷入这般的艰难，可能真紧就开始埋怨上帝的冷漠、无能，然后离弃信仰。但是诗人却宣告伊听上帝，因为上帝随听伊的祈祷。尽管眼前的困难重重，压力亲像排山倒海得来，诗人要保持单纯的信心，继续仰望上帝。就算心中实在苦不堪言，诗人伫谷底深渊中，要宣告上帝的仁慈、怜悯、恩惠，因为伊相信上帝会拯救伊，互伊脱离生命价条。这是何等的信心啊！诗人并无否认困难的存在，也是天真浪漫，沉浸在属灵的信心氛围中。诗人坦然面对困难，佮承认：我虽然讲我受极大的困苦，我犹原信靠上主。我捌着急讲，人拢虚假，袂可得。伫迄看起来互人绝望的处境中，诗人选择犹原相信上帝，佮对上帝心怀感恩。当诗人处在深坑的时阵，信心就亲像一条救命绳，互伊安安抓住上帝，一丝仔也袂放弃。在教会前总干事张德谦牧师的囝儿灵奇在会的时，罹患急性淋巴性白血病，就是俗称的肺癌。伫治疗期间，伊的双喙大面积溃烂，亲人探望的时阵，袂禁日流目屎痛哭。倒伫病床顶的囡仔却讲：毋通为我流目屎，请为我祈祷。祈祷是人伫失志中的快乐甲愿望，搁较是伫困境中犹原会当坚定相信的重要秘诀。陷入在困境中的你，是毋是犹原坚定相信上帝呢？默想，伫困难重重包围、试炼不断临到的中间，我安怎靠主得胜？伫困难重重包围、试炼不断临到的中间，我安怎靠主得胜？咱来祈祷，应听咱抱我的上帝啊！你知影我的难处，这个困难，互我得要放弃，总是我知影你疼我，搁会想事教业通用的恩典，求你帮助我。伫咧听候的时，犹原怀抱希望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